高雄市消防局保安系统去年予海客入侵幕偷摕情报卖予几间殡葬业者，这个生判的海客已经封羁押，涉案的业者佮有技术人员，嘛分别以3万块到50万块交保。 高雄市消防局救护车出勤，拢由亲子中心指派各地医救保安系统，拢有简单的资讯提供民众查询。2024年6月到8月，系统连续异常影响运作，亲像予海客攻击，原来是4间殡葬业者为着要较紧去到现场，得到优先承办伤重事宜，找海客入侵高雄市消防局医救保安系统。相关资讯提供予殡葬业者，使特定业者得以提早前往现场抢客。于114年3月28日。 6月13日及6月24日多次执行搜索。检调调查发现，多了30回涉判海客，亲像也阁有科技大厂台达电员工也涉及。根据了解，这名涉案的台达电员工是信赠殡葬业者的支付，协助以该地涉判海客提供的资讯，以便简化使用。他帮我整理那个顺序而已啊，他也是有点半被我逼迫啊，所以我对他很抱歉，我真的对他很抱歉。 去姓曾殡葬业者公司登记地稽查证，厝主透露，双方是亲情，厝只是证明予对方做商用登记，无从事任何殡葬业务。这个是商业用地的，他要一个商地登记，办那个丧葬业、殡葬业的公司行号啦。他有在这边作业吗？还是没有，都没有。 检调扩大追查，目前涉判海客在押，涉案殡葬业者资讯工程师4人被告，世间被告等人分别以3万至50万交保候传。高雄市消防局表示，医救通报系统甲其他21关市共款，拢是由消防署提供，后续会继续强化资讯安全。科技大厂台达电当日查证，敢是有员工涉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